福音12章30至31節，耶穌提到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嘅神，其次就係愛人如己。其實我哋嘅社區當中存在住好多嘅建築同埋機構，呢啲建築同埋機構同教會其實好有關係㗎。我哋一陣間會透過一啲例子，深入咁去了解教會點樣透過社會服務去落實基督教教導嘅愛人如己精神。有請 AI 黃牧師出場同我哋介紹啦。首先為大家帶嚟嘅係明華大廈，唔知有幾多人了解？明華其實係個英國人名，佢係一位英籍牧師。佢1932年嚟到香港，一直都係擔任聖公會港澳教區嘅會督。1948年，倫敦市長透過一個基金向香港福利議會捐咗14000蚊英鎊。當時何明華向香港政府提出起公屋幫助當時有需要嘅人，通常住喺木屋區嘅市民，佢哋生活環境衛生非常惡劣。透過呢個計劃，佢哋可以上樓，改善住屋環境。何明華會督喺香港嘅住屋事務上面有好多貢獻，廣受讚譽。今日我哋好難想象當時筲箕灣山邊，即係太古城隔離，喺1980年代中期，仲係好多密密麻麻嘅寮屋區，當中有一條村叫做聖十字徑村，就係喺聖十字徑同隔離嗰間天主教聖十字架堂有關。呢間教堂唔單止有條村，而且仲興辦過學校。雖然去到1970年代，因為人數唔夠，辦學雖然結束咗，但佢轉變咗做一個牧民中心，繼續為市民提供就業資源，關注勞工事務。另外仲有一啲街道同教會好有深厚嘅關聯。唔知你哋當中有冇同學係就讀筲箕灣崇真小學呢？呢間小學喺巴色道，巴色呢個名就係由巴色會，即係崇真會當時嘅翻譯而命名。巴色道附近仲有教堂街、教堂里，原來曾經都係嘉諾撒修院學校同埋診所嘅所在地。今時今日，我哋有病或者遇到意外，會即刻諗起東區主要嘅公立醫療機構，即係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以前東區未有呢間醫院嘅時候，病人要去到灣仔嘅鄧肇堅醫院或者瑪麗醫院求醫。當時交通好唔方便，萬一遇着塞車，就會延誤救治時間。當時有一群基督徒好關心社區，佢哋唔單止同天父講呢件事，仲搜集咗好多數據，向當時嘅香港政府提出。經過多方努力，政府終於接納建議。1993年，東區醫院正式成立，解決咗困擾東區多年嘅醫療問題。剛才我哋聽過好多故事，見證教會喺房屋、教育、醫療事務上面點樣身體力行服侍社區。今時今日，我哋教會繼續繼承前人嘅精神，舉辦嘉年華會帶嚟歡樂，經營食物銀行俾有需要嘅人，長者老友記時間、兒童暑期託管活動、節日活動等，將耶穌的愛分享開去，落實愛人如己嘅精神。唔該 AI 黃牧師同我哋介紹筲箕灣區同基督教有關趣事。香港仲有好多同基督教相關機構，等待你哋未來努力去了解同發現當中嘅歷史價值。腓立比書2章第4節，各人不要單顧自己嘅事，也要顧別人嘅事。關懷社群從來都唔抽象，佢唔係課本上嘅冷門嘅知識，而是基督精神對人民嘅關懷，係百幾年嚟校園福音工作成果。耶穌講過，非以役人，乃役於人。雖然我哋而家仲係學生，力量有限，我哋多行一步，讓這份關愛傳承落去，用福音轉化多人生命。我哋一齊祈禱啦！感謝耶穌教導我哋非以役人乃役於人嘅道理，求你讓我哋多一啲關心身邊有需要嘅人，
回應神嘅呼召，貢獻己力，投入福音工作，叫有需要嘅人得到幫助。奉主名求，阿門。